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2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篇文章是三联生活周刊报道的一个农民进城之路，它的标题叫当一个打工家庭努力迁入城市。文章主要是讲从四川大山村一个吴家三代人从四散在全国各地打工到在南充定居所走过的一条典型的农民工举家离乡进城的道路虽然他们已在城市购房、就学、就业，但这个新南充家庭迁入城市的旅程依然艰难，生活似乎并不那么平静，前途也似乎并不那么明朗，尤其是在生活的变故前尤为脆弱。实际上就是反映了典型的农民进城他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我们一起看一看他这个文章怎么说的。这个主人公叫吴亮，他没有办法妻子外出，然后他在工地上班，所以他有个3岁的孩子需要照看，但是他又要务工，结果他就把他的孩子带到工地，那正在施工你想那个工地13楼那窗户都还没有安装，结果吴亮一不小心一没注意，孩子就从13楼掉下去，这个结局大家也知道。事后吴亮的妻子周丹难免抱怨他说我就出去这么几天，没想到就发生这种事情。吴亮也很后悔，但回想起事发当天的前后，把孩子带上工地也实属迫不得已。2024年12月26日这一天，吴亮确实有点忙，他今年32岁，一家7口人，夫妻俩、父母和3个孩子，住在南充市嘉陵区一套80平米的房子里。58岁的爷爷吴斌和妻子在南充一家保洁公司工作。12月正临近过年，是保洁市场最景气的一段时间，那正忙过年了嘛，要大扫除嘛，要这个焕然一新嘛，所以保洁公司是最忙。工地上有时还需要日结的小工，工钱比正式工少40块，想着多赚一点是一点。原本在家里看孩子的儿媳周丹也跟着公婆去干活。你看看本来这个周丹在家里是带孩子的，结果因为年底比较忙嘛，他也去家政公司干活，干一天赚一天的钱。这26日这一天正赶上工地要小工，周丹一早就跟着公婆出了门。这天干活地方不近，离家30公里远，从家过去几乎横跨整个南充城区，于是3个孩子就交到了吴亮一个人手上。看孩子的活也不轻松，吴亮大儿子8岁读小学3年级，二女儿6岁在另一所小学读1年级，2个孩子中午都需要接回家吃饭，再送去学校。此外，小女儿3岁4个月更是离不了人。中午吴亮刚接上上学的孩子回家，就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说下午他寻到了一个私活，给一户人家清理装修垃圾，这户人家刚好在家和白天干活地方中间地点，吴亮得先把装运垃圾的推车送过去，这样他们晚上就可以直接过去干活。面对这个突然的插曲，吴斌立刻应了。最近几个月，一家人明显感到工地少了，保洁的活也越来越少。周丹记得前2个月里，公婆总共只上了不到20天的班，家里周转不开，公公还和老板预支了还没结算的工资款。私活的话，吴斌很喜欢，手脚麻利一些，老夫妇2人只用不到2个小时就可以做完，工钱每人100多元，和平日在保洁公司做8小时赚200块比起来要划算得多。唯一的问题是孩子，以前妻子偶尔出门做零工的时候，吴亮中午要送2个大孩子上学，就会把最小的孩子放在邻居家里。最近麻烦别人次数有点多，吴斌犹豫了一下，决定带上孩子一起出门。他给孩子穿上了白色羊羔绒外套，小小的身体裹得像个圆滚的球。最小的孩子站在电动车前踏板上，2个大孩子坐在车后，这一家4口就要去学校。送完大孩子们去学校，父女俩一起去阳关江山公园小区送推车。江山公园那户人家在13楼，装修进展到一半，刚刚铺上地板，窗户还没装。下午3点半，吴亮刚进门就接到一个电话，聊了不到2分钟，转头他就发现孩子不见了，悲剧就发生了这个最小的女儿非常可爱，非常懂事，比较活泼，所以这个周丹把这个小女儿称作老天赐的礼物。2021年再次查出怀孕时，孩子在肚子里已经是4个月大。
大了，家里已经2个孩子了，要不要生下来？3个孩子负担会不会太重？2口子也犹豫过，最后毕竟是条小生命，想法占了上风，孩子就出生了。更重要的一点是，孩子出生前后，这个家庭刚刚在城市里有了一席之地。2019年，吴斌靠着多年打工的积蓄，为儿子吴亮付了首付，在南充买下一套期房。2022年，房子顺利交付使用，一家人都觉得多年漂泊，总算有了个安定团圆的家。这个时候啊，人是矛盾的。什么叫人是矛盾的呢？就一方面我也觉得他这个家庭买房子付首付按揭贷款买房，这简直是刀口舔血啊，这不就站在了山顶上吗？但同时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有个家在城里面，一家人7口人能够团圆在这个80平米的小房子里，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上一个家已经是久远的记忆。关于老家的村庄叫什么，吴家人几口人，甚至给我们3个答案：幸福村、金土地村、大田坝村。这些年村里人口流失，各村间几次合并管理，而吴家人早已远离了乡村的土地。大巴车下了高速，雾气越来越浓，顺着仅有的一条蜿蜒山路又盘旋近1小时，途中经过了好几个镇，我才到达大山深处的仪陇县立山镇。吴亮和周丹都出生在这里。关于老家，吴家人最记得的是一个字：穷。早年间，仪陇县是四川省10大贫困县。吴亮生于1992年，单名一个亮，就是因为他出生那年家里刚通电，这还得益于吴家房子盖在了路边，住在靠里位置的人家通电时间还晚了2年。也是因为穷，90年代末，仪陇县被卷进了打工潮。早年，吴斌和妻子在浙江温岭打工，一个开叉车，一个操作机器。吴亮后来也跟过来。除了浙江，这一家人在10几年间还四散辗转于辽宁、福建、广东、江苏，哪里有活就去哪里。这个作者说啊，我试图回溯这个家庭的外出打工史，发现这是件徒劳无功的事，没有人说得清楚哪一年家庭的哪位成员住在哪里打工。他们的流动过于频繁，打工的生活也过于千篇一律，记忆的轨迹因此变得异常模糊。吴亮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开头16岁那年，他刚上初2，在教室里和老师大吵一架，没几天，爷爷带着他坐上绿皮火车，把他送到了浙江温岭打工的父母身边。那一车厢装满了从四川去浙江打工的人，实际上就是2008年。但有一点他们记得很牢靠，那就是伤病。他们通常意味着一份工打不下去了，也就是一旦生病了或者受伤，那这份工作也就干不了了。比如关于吴亮是什么时候回老家来的，吴斌会说就是他爸说是吴亮在浙江出了车祸那年。尽管吴亮补充说自己之后又去了，就是出去打工在福建。吴斌又什么时候回了老家？一家人在饭桌上争论了一番，没有就年份达成共识，但有一个公认的标志事件，就是那一年吴斌患上了肠胃病。奔波许多年后，一家人大约在2016年前后陆陆续续回到四川南充，但重回乡村显然不是一个选项，也就是回农村种地那肯定是不行的。在老家的村庄，吴家有一栋3层小楼，白色的瓷砖外墙，厨房里挂着过年要吃的腊肉和香肠。房子原来只有1层，2010年前后靠着吴斌夫妇在外打工赚的钱翻修了一遍，算是村里较早修建楼房的家庭。盖楼早是周丹嫁给吴亮时认为他们家条件不错的理由。周丹家晚2年才盖上楼，还借了10几万。这种经济差异源于吴亮的父母一直在外打工赚钱，而周丹的母亲很长时间留在老家照顾老人孩子，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外打工。后来他还因为早年在矿上打工落下病根，患上了尘肺病。这一下打工赚的钱还不够吃药的。周丹为什么要嫁给吴亮呢？是因为觉得吴亮家条件好一点。吴亮家条件比周丹好的原因仅仅是周亮他父母2个人在外面打工，而周丹是只有他父亲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所以家庭条件就差点。你看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朴素就为什么农民要出去打工呢？说现在大田坝村家家户户都盖起了3层小楼，镇上焕然一新，有现代化的小区，有全自动设施的酒店，也有大商超，唯独没有年轻人。周丹的弟弟周伟带我进村，一路介绍着他姨家、表哥家、堂叔家，无一例外家里只有老人或老人和小孩。现在吴亮家里只有
80多岁的奶奶，平时除了刷抖音，就是和隔壁房子同样空巢的爷爷说话。家里的地大多都荒着，只种了2-3块菜地，够平时吃。大田坝村的小楼稀疏的散落在盘山路上，家家户户的蓝色卷帘门都紧闭着，周边的地里是一片接一片的荒草。周伟去过山东打工，印象最深的是那边的土地，那地一望无际，都是成片的，土质还松，花生一拔就拔出来了。在大田坝，土地分散在山坡上，一块只有1-2分的面积，只能纯人工播种收割，土又干涸紧实。周伟总记得花生拔不出来，只能用铲子一点点挖，辛苦得很。也就是这个地方种地啊，成本都高啊，不合算了。早些年从浙江回来时，吴斌刚50岁上下，他曾经带着几个人把家里生了荒草的地花了3天全部刨干净，但没多久他又去了南充，能赚什么钱？种它干嘛？周围给我算了一笔账，说最值钱的作物是水稻，带壳的每斤1块出头，每家最多1-2亩田，收成1000斤，刨出种子、打药等成本，净利润只能剩下一半，也就是辛辛苦苦半年只能赚500-600元。玉米今年价格跌到了8毛钱一斤，要是遇到灾害，风一吹玉米杆就倒了，还要倒赔钱。红薯种出来更没人要，只能送给人喂猪。这个恐怕就是农村的现状啊，更多的农村都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什么三农专家，对吧？很多这些经济学家就忽悠人回农村，不知道回农村干什么，谁给他们发钱，谁补贴他们呢？所以他们本能的啊，只能进城务工啊。说在这个村庄里，能走的人都走了，村里移动5G 套餐送监控，这个移动还可以啊，这个5G 套餐送你监控。宣传语是什么呢？广告语啊，说看鸡看鸭看大坝，视频远程看娃娃。你看这个广告都非常接地气啊，就是你在外打工啊，你给你送个视频监控，你通过这个监控可以看你们家的鸡呀鸭呀，然后还远程看孩子。本地一家鞋厂招工的宣传语是远走他乡去打工，不如本地来赚钱。周围对此有些不屑，他说能挣到什么钱？一个月2-3千块，只有在家带孩子的才会留在这儿。他常年在福建、广东打工，多时每月能赚1-2万。他妈妈带着孙女儿待在老家，也惦记着出去工作，做年轻时的老本行，饭店服务员，只是要给他带孩子走不开。在这个农村里啊，说孩子成长似乎只有2种形态，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留守儿童，父母出去打工寄钱回家，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另一种是父母带着一家人出去工作，孩子跟随父母在城市里读书生活。周丹自己是前者，成为母亲后，她为自己的孩子们选择了后者。你看看啊，不经意间就2代人了。这个主人公吴亮的老婆周丹，她自己就是个留守儿童。上个世纪90年代，她父母出去打工，把她留在家里面。20年后轮到她了，她选择带着孩子一起到城里打工。不想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时间真快啊，留守儿童都当妈妈了。在南充，我和吴亮、周丹聊起过他们这一代的成长，问是否留守儿童比较多，吴亮估计有90%。一直沉默吃着饭的周丹突然接过话头，99%，几乎所有人都是。而后他又说我们都是，就希望孩子不要也是。周伟曾经劝过姐姐，把孩子放在村里读，也就是留在农村读书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但我觉得我姐不能接受。周伟4岁的女儿在镇上读民办幼儿园，这是个夫妻店，2间屋挨在一起，加起来40-50平米，2个班，每班20多个孩子，教室里空空荡荡，看不到玩具。好处是中午管饭，周伟的女儿拉我听她最喜欢的儿歌。周伟现在也动摇了，他们这一代人只要长大就好，读得下去家里就供你，读不下去你就出去打工，无所谓的。就是90后他们就是留守儿童。他们那个时候大家的观念还比较朴素，你能读就读，不能读赶紧出去打工，到了16岁差不多就能出去干活了。但是周伟说他当年本来想读个职高，母亲不同意，因为你姐读了职高就没用，还不是出去打工，浪费钱。但是教育的风向在90后成为父母时发生了转变，把孩子带到城市接受教育成了家庭的大忌。你看，这就是一代比一代人进步就自己吃了没有读书的亏，对吧？没有受到好的教育的亏，所以他不希望孩子还吃这样的亏，所以这人他就想方设法把孩子要带到城市去读书。一位镇上
初二的女孩告诉我，他们现在一个年级只有6个班，一个班50人，比周伟读书时至少少了一半。周伟盘算着自己肯定还要出去打工，过2年就给母亲在南充租一个离姐姐家近的房子，也让孩子在城市上小学。他也不知道城里小学好在哪儿，只知道有能力的都把孩子送去城里上学。你看大家都这么做，就觉得那样对孩子应该更好。多读点书是好事。初中毕业的周伟在成为父亲后，隐约意识到这一点。虽然打工在某种意义上也改变了村里人的命运，但他的结局也很明确。你看我姨父，也就是说的这个吴亮的父亲吴斌，就知道了，老了也没有养老金，只能一直工作。他觉得自己的同学挺好，有人读医科大学做医生，有人读完研做高中老师，都是铁饭碗。更令他羡慕的是石油队，这是镇上最体面的工作，有五险一金，还有编制。你知道他们退休每个月能拿到的钱和上班的时候一样多，非常令人羡慕啊。那这个作者详细的描述了作为新南充人吴亮他们一家生活状况。他说吴亮一家不像一个有着3个孩子的家庭，说客厅的地上没有散落着玩具，家里没有工艺品装饰品，随处可见的是吴斌夫妇做保洁的工具，推车、油漆桶、梯子、玻璃擦堆在卧室、桌子、玄关、柜子、窗边。3间卧室，一间被一张大床堆满，桌上和柜子里塞满保洁工具和杂物，还有些杂物上垒着衣服怼在旁边，落在1人高。另一间卧室是上下铺，挤下了一张课桌，书架竖着摆在墙角，紧紧贴着课桌。还有一间主卧，也是一张大床，没有多余的空间。通常二女儿在小屋上写作业，儿子在客厅。周丹辅导孩子作业时要屋里屋外两头跑。每天3个孩子睡觉需要分配认领，通常大儿子喜欢和吴斌夫妇睡，跟爷爷奶奶睡吴亮和妻子就分别带一个女儿住在另2间。这套房是吴家人精挑细算买下的，所有的考虑几乎都贴着需求的底线。房子要有3个房间，再大买不起，再小住不下，要为孩子上学打算。城区里的买不起，郊区的学校又差。这套嘉陵区的房子是城市扩张区域的新楼盘，房子使用面积80多平米。售楼处宣传，南充市高级中学的新校区马上就要建成，离房子2公里，算是学区房。刚好这个楼盘卖的差不多了，正在尾盘清仓，还有折扣。最后吴家选定了31楼，顶层是最便宜的。这套房子首付20万，贷款40万，花掉了一大家子多年打工的全部积蓄。房子敲定后，吴亮的姐姐吴思想着离父母近一点，在同一年她也买下了附近一套房，离吴亮家骑车只要5分钟。早年间他和父母弟弟一起在浙江温岭打工，2013年最先回到南充，一直租房。随着父母和弟弟先后在南充落脚，这家人兜兜转转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了在南充扎根这几年吴家人没有闲人，吴亮送快递，吴斌夫妇做保洁，3人加起来每月收入1万多元。消费上能省则省，哪怕忙到深夜11、2点，吴斌夫妇也从不在外面花钱吃晚饭。常常周丹先带孩子睡觉，把晚上剩的菜放桌上，2人回来草草热一下。家里10年前买的车，因为心疼油钱几乎不开，30公里远的路程也要骑1小时电动车过去。这样下来，除去每个月3000元的房贷和日常开销，还能有一些结余。你看这么一个家庭都没有一份固定工作，每个月按揭贷款3000块。比起上班打工这样的正式词语，吴斌更习惯把去上工的路叫做活路。每次去做活路，他都会背上近20斤的工具包，光是为清洁不同形状厚度的玻璃，擦玻璃的工具他一次要带上4个，每个都有2-3斤。他背包骑电动车，妻子坐在后座，后箱上挂着梯子，电动车的前踏板上还堆着桶、拖把等大件工具，最上面放上电饭煲，摞起来高过他的腰。2人中午自己在工地上煮饭，可以省下买米饭的几元钱。就吴斌这份工作还是通过老乡介绍找到的，已经干了30年。选择保洁的原因很简单，这是50多岁的老两口唯一能找到的工作。
作。保洁公司老板赵凡说啊，团队中有些人经常夏天太热不做，冬天太冷不做，但吴斌夫妇是他团队中最稳定的打工者，有活就来。他也知道为了多赚钱，他们平时在外面还会干不少私活，也就是吴斌这样的人呢，他有软肋啊，你按揭贷款要还呢，所以他也顾不上什么冬天太冷夏天太热。即便这样啊，这对老夫妻很有危机感，保洁市场越来越内卷。赵凡明显感觉到，就在5年前，从业者还是50-60岁的中老年为主，现在30-40岁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有一次，客户装修公司要求所有保洁人员年龄在55岁以下，吴斌抱着侥幸的心去了，当场被拦在门外。想保住这份工作，吴斌夫妇只能更努力，这是他们仅剩的优势。赵凡眼中的吴斌干活认真，不偷懒，这让他能放心把工地上带领保洁人员的头儿管理任务交给他。他承认换了别人，这个年纪他基本是不会用的。很长一段时间，家里唯一不用出门干活的就是儿媳妇周丹，就是不用出去工作。周丹瘦瘦小小，扎个马尾辫，缩在宽大的袄子里，时常眉头紧锁，脸上很少有笑意。家里饭桌上别人聊天，他话不多，眼睛总得表向沙发桌前吃饭的孩子们。当年他职高读到2年级，考虑到家里负担大，没拿到学位证，就去江苏打工，干了3个月，家里祖辈生病需要照顾，他转头又回了老家。再然后他通过媒人介绍，在20岁时嫁给了同村的小学同学吴亮，3年后成为母亲。自此带孩子这件事成了生命的全部。周丹和我列数了对孩子的亏欠之处，有钱人家的孩子会去补习班，他也想让孩子去，但送不起，几乎不给孩子买零食，实在吵得厉害就买根5毛钱的棒棒糖糊弄一下。还要讲讲咱们家经济条件不好的道理，游乐场从来没去过，周末带孩子出去玩会找些免费的公园，就连孩子放学发的海洋馆免费门票，因为大人去要钱，他舍不得花，最后把票扔了。家庭条件一时改变不了，他能做的是尽心尽力。周丹每天6点多起床，做早饭送孩子上学，回来买菜做午饭，中午11点多接孩子放学吃饭，下午1点多送孩子回学校。每天都这样，生活的每个缝隙都被孩子填满，且每一天都如此循环往复。对孩子的教育，他说不上期待有多高，但一家子都在吃学历低的苦，他是明白的。2022年时，家里有老人从老家过来帮忙带孩子，周丹想为家里赚点钱，也去做了阵快递工作。不到半年，那时候早出晚归，晚上回来只有功夫看管大儿子的功课，对二女儿只是检查作业写的对不对就了事。现在二女儿很多词只会写但不会读，写作业拖拉，学习习惯差。周丹总后悔，觉得是因为那段时间疏忽了。说只围着孩子转，周丹觉得没什么不对。事实上，他身边所有家庭中，凡是有3年级以下的孩子，父母必定有一方是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的。在吴家，这个事儿只有他行，光是辅导孩子作业，爷爷奶奶做不来，吴亮也不行。有一次，吴亮试着辅导孩子作业，做错了，被孩子扔下一句：“你自己不会就别教我。”城市教育体系的精密与严苛，也让周丹疲于应付。这个很多在城里面呢都有深有体会啊。这个虽然现在城里面小学作业不是那么多，也不是那么复杂，但是它其他的课外的东西特别多，比如什么黑板报，比如什么手工，那些东西反而比做作业还麻烦，一般的家长还搞不定，既难为孩子又难为家长。就这么一个家庭啊，在南充可以说是典型的这种打拼牛马，一刻都不能休息干一天的活赚一天的钱。但是同时这个家庭的变故也来了，对吧？这个家庭人人各司其职，老夫妻俩就负责出去擦玻璃，吴亮负责送快递，周丹就负责带孩子。你看，像一个精密仪器上的零件，兢兢业业，又像这个悬崖峭壁上的野草或者是松树，紧紧扎根丝毫不敢松懈，稍有不慎就要掉下来。生活也不总是一帆风顺。2022年9月，搬进新房不到10天，吴斌在上工时突然感觉胸闷，习惯了忍耐的他像往常一样坚持干活，对谁也没说。过了1夜，他连气都喘不上来，才去
去了医院，吴斌被诊断为冠心病，做了心脏支架。医生说这病和过度劳累也有关系。吴斌休息了5个月才重新开始工作，只是和以往相比，不能再干重活。这病几乎掏空了家底，手术花了6万，医保报销后自费了3.1万元，也就是自己还是付了一半。祸不单行2023年，吴亮发现自己喝不进酒了，再之后饭也吃不下去了。他从没想过自己能得什么大病，这才31周岁当然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8月去医院检查，他确诊了肝炎。那时候吴亮连5斤的东西都提不起来，医生要求不能从事任何劳动。他在家里歇了1年，觉得自己恢复的差不多，又回到了快递站工作，没几天就累得受不了。再去复查时，医生严厉地问他是不是要钱不要命，他就此也不再挣扎，等医生说我能工作了我就去。吴亮也不是说不想找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所谓的轻松工作呢，就是坐办公室做格子间但那个都要学历，所以作为一个小学毕业的只有小学毕业证，初中没念完的人，在就业市场上你能找什么不用出力的工作呢？而周丹他能找什么工作呢？也是没有文凭，只有初中学历，即便能找到工作也是打零工收银员或者是擦玻璃。失去吴亮这个劳动力后吴家生活一下子陷入了窘境。现在吴斌要吃4种药，每月药费700-800元，吴亮的病更贵，药费每月近2000元。他们没有社保，医疗保险自己交，是普通的新农合，门诊拿药每人每年报销额度是120元。一家7口人的开销和房贷都压在吴斌和妻子老2口身上。吴斌试图去南充的劳务市场找过工作，但找不到，没人要我年纪这么大的，于是只能继续干保洁，接更多的私活。都眼看着60多了，你还能接几年？这个家庭他的按揭贷款恐怕还要还呢，还要还10几年，就未来的10年是最难，因为他吴斌夫妻俩恐怕干不动了，即便干得动人家也不要超过60人家不敢要了。那吴亮、吴丹、周丹夫妻俩孩子还要管呢，孩子才上小学初中、高中还有多少年？而这个吴亮的身体也不行，如果家里的经济没有那样吃紧，12月26日那天，吴斌就不必把专用垃圾的推车送到江山公园城，他的第3个孩子就不会出事。这个文章后面还有文章是3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写的，他的真实度这都不重要。以我的了解他这个就是个典型的农村底层人向城市流动所付出的这个艰辛。通过这个文章就能看到连做保洁这个竞争都很激烈。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因为城市里面的工地现在都没有了，都在停工。以前在工地上搬砖，你只要60岁以内，对吧？一天300块。很多农民工都是1个带2，2个带3个带亲戚，都进城打工，首选你这个不要文凭，对吧？你只要有把子力气，就在工地干活，一天300。还有很多人干装修，有点技术的，比如木工瓦工贴瓷砖这个一天300、400。但这个市场没有了，对吧？这个房地产低迷装修的活也没有了，那很多人他就被挤向这个保洁市场。原来的保洁市场就变得更加这个内卷，很多保洁里面的年纪大一点的他就被卷，干不下去了，只能回老家了。回农村也挣不到钱，种地是不赚钱的，而且有的地方农村的地他已经给大户承包了，1个月1亩地，1年给你300块或者200块。所以这些农民回村之后干什么呢？就只能打零工，那附近有没有短工，干1天2天挣点钱，大部分时间都是闲，所以他们才会去这个收割机下面抢那个红薯对吧？捡黄豆捡玉米都是生活所迫。农民实际上都像吴亮他们一家一样，每个人都梦想着向上流动，没有人说生下来就要沉沦，对吧？你看这一大家子，即便没有文凭没有文化，都想着往上流动，都不想让后代吃自己吃过的亏，没有受良好教育，没有文化没有文凭，这是他们朴素的观念他们认为当老师石油队的那都是铁饭碗，他们认识还停留在那个层次。但你不能否认，他这个认识就已经超过很多农民，他是要向上流动，要把孩子带出农村，要带到城里去。他也不知道带到城里有什么好处，但是总之这是他一个朴素的愿望。这就是向上流动难怪很多专家动不动一说咱们的房地产没问题，理由什么呢？理由就是还有很多农民要进城。你看看吴亮这一家，就是这些专家
说这种话的底气。吴亮这一家可没人逼他，人家是内在的自发的向上，这么多困难依然还要进城。实际上进了城之后保障是非常差的，一场大病全家的收入就没了，对吧？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啊，一天都不能休息啊。没有进城的那些农民，他们也想着要进城，为了孩子上学。你要从某种程度上说啊，这种家庭啊，那是真正的在给社会做贡献的，响应号召生孩子，这是标准式的牛马，标准式的韭菜。但是同样啊，未来的这10年，这样的家庭只能说日子是越来越难。那因为孩子还要上学，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本来是他们家的创收的主力，眼看着收入就要到顶了，活是越接越少了，对吧？吴亮的身体也不好，即便他身体还好，快递这行业以后内卷也加剧，更多的人跑去送快递，这跟外卖是一样的，赚钱只会越来越难。但是他那个按揭贷款3000块，那可是雷打不动的刚性支出啊。所以通过这篇文章啊，我们也了解一点，对吧？这个农村向城市流动这么一个现状。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